好啦，咁呢個部分咧會講下咧有一個叫做夢想實驗室嘅功能。咁咧其實就係只要我哋咧開翻呢一個 Canva 嘅界面啦，咁你可以咧喺左手邊咧最下邊嗰度有一個叫做夢想實驗室，撳一下咧，咁就會入到呢個版面。或者咧你可以好似筆記咁樣咧，直接輸入呢一個 Dream Lab 嘅網址咧，咁亦都可以直接好快咁樣咧入到呢一個嘅版面噶啦。咁咧，究竟夢想實驗室係咩嚟嘅咧？頭先都有提及過啦，佢係 Canva 嘅一個功能嚟嘅。咁其實都係運用翻 AI 啦，同埋一啲嘅創意啦，讓到我哋咧可以生成一啲嘅圖片啦，或者叫做一啲嘅設計。咁咧，我哋要留意喎，免費嘅版本咧，其實每個月咧淨係可以用20次嘅。咁點樣去知道我哋仲可以運用幾多次咧？就係喺右手邊，你會見到呢一度寫住20。當你撳一下咧，佢會同你講每一筆咧，佢都會花費一個點數嘅。咁即係話你每生成一次咧，佢就會扣1點。咁20點嘅話咧，咁即係有20次咁解。咁你會見到啦，喺我哋嘅界面入邊咧，中間呢個位置咧，佢會寫住用簡介幾個字去描述影像。咁你可以做啲乜嘢咧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話啊，例如我哋個活動係希望咧可以生成一個森林嘅小動物嘅圖片啦。咁我哋咧可以打森林入邊有好多嘅小動物，咁咧我想張圖咧有一啲指定嘅動物，例如兔仔，例如老虎同埋大象，咁你可以咧用例子去寫翻出嚟嘅，或者我諗唔到有啲乜嘢喎，咁其實你淨係打前面嗰句咧，佢都可以生成到一啲嘅圖像俾你嘅。咁完成輸入呢一啲嘅指令啦，或者我哋叫做描述啦，你可以咧撳右下角呢度有一個建立。你會見到咧，佢彈咗出嚟，使用1點，佢提咗你，而家咧會運用到一個點數，咁咧你係咪真係要生成咧？如果係嘅話，咁請你撳建立。咁一路喺度撈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咧，佢每次咧就會生成4幅嘅圖片。咁頭先我講過啦，你呢度咧喺上面呢個位置啦，你會見到頭先你輸入咗啲乜嘢嘅指令，然後呢一度你會見到有4幅嘅圖片。咁如果你覺得啊，我中意邊一幅咧？我中意呢一幅，因為咧有埋一個池塘啦，啲大象喺度玩緊水。但係你要留意喎。咦，啲大象嘅身體點解粉紅色好似人咁樣嘅咧？咁你就要去揀選，或者就係好似呢一幅咁樣。咦，隻兔仔匿埋係合理嘅，但係呢一幅，咦，棵樹點解會有個老虎嘅頭喺度嘅咧？咁你覺得唔合理嘅，咁你就唔好揀啦。始終咧，我哋喺生成嘅過程中啦，可能佢都會出現一啲唔合理嘅狀況，咁你就揀一幅你係覺得合適嘅，咁就去撳下載啦。如果你覺得呢4幅咧都好似有啲奇奇怪怪嘅話咧，咁你可以咧再重新建立嘅。咁除此之外啦，你都可以留意咧，你揀咗幅圖之後，佢可以編輯。咁但係當你去撳一啲編輯嘅功能咧，其實佢就會額外再需要一啲嘅點數去到幫你去設計嘅。咁如果你揀好咗啦，咁點咧？揀好咗，咁你就可以喺左下方撳呢一個嘅箭嘴下載。咁樣咧已經可以成功咧生成一幅係 AI 幫你 gen 出嚟嘅圖片。咁喺呢度都講下我哋嘅活動要做啲乜嘢啦。咁同學仔可以運用任何一個嘅 AI 圖像生成嘅工具咧，去生成翻一幅圖片。呢一幅圖片嘅主題就係森林嘅小動物。完成咗之後咧，咁當你好似我咁下載咗咧，你記得要改翻嗰個檔案嘅名稱，叫做 T6B-，你咁英文全名。咁跟住咧就上載翻去我哋個 Google Drive 嗰度咧，咁就可以完成噶啦。